鮮味唔鹹，夾嫩湯濃，好嫩滑，必食。嚟到太子咧，有一間餐廳咧，一定要試嘅就係呢一間啦。呢一間餐廳咧，最出名就係食白鷺水嘅，但喺食之前咧，睇一睇咩白鷺水先。呢度嘅白鷺水咧，每日都會新鮮做，咁只會用一次嘅啫。咁好處咧就係健康好多啦，唔好處咧就係老闆咧會好嘥錢。用上18種材料熬製，同一般鹵水相比咧，佢更加清甜嘅喎。白鷺水烏頭凍，呢條魚咧仲可以凍食啦、熱食啦兩食嘅。每條魚咧都係用白鷺水慢火去浸，保持魚肉口感嘅同時咧，令到每一啖咧都充滿咗白鷺水嘅香氣。試食時間。如果中意食魚嘅人就知道啦，如果烏頭煮得唔好嘅話咧，好大陣泥味嘅。呢個冇，真係好鮮味，魚肉起膠啊！聽到啲魚起膠啊，好味，好味。我試埋佢嗰個醬先，個普寧醬咧，將條魚咧個鮮味再提升咗，真係好味。想試真啲白鷺水有幾香，咁就要試埋呢個鹵水拼盤啦，即係樣樣嘢都勁入味啊！係咪望到都暖粒粒咧？羊腩煲鮮味唔鹹，夾嫩湯濃，好食，鵝肉好嫩滑，胡椒味超濃，雞嫩豬肚爽，必食。今日嘅美食指數係5星，所以你一定要試下。